一栋长咧起的5层楼的厝总共放弃，45个工人内伫咧内底至少3个人罹难。埃及甲卡达提出停火协议，哈马斯同意以色列拒绝，以色列甚至阁对拉法大轰炸。南韩戏剧《对峙女王》用 AI 科技打造场景，这款浪漫的设定，阁有车外风景，其实拢是 AI 做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这部头起先先来关心意外的消息。南非有一栋长咧起的5层楼的厝，总是熊熊放弃。迄当阵有75个工人伫咧内底施工，尚无3个人不幸罹难。也若是当咧做大水的巴西南大河州，死亡的人数已经增关到85个人，而且失踪的100多人嘛拢无找到。监视器镜头寥寥有害，隔壁头前的建筑突然规栋崩塌，引起大量土粉，规个营到伫几秒之间。南非南部西开普省乔治市一栋新建中的5层楼建筑，当地时间初6突然崩起，发出真大声音，互附近的民众惊到要害。I remember I saw one guy was making and then boom, and I saw the whole building collapse, and that's what I saw. 倒去了后，见到差不多3座平地，看不出完整结果。代志发生的是有75人伫内底施工未护走出来。当地政府证实，伫初7已经有至少3个人死亡，24个人送医，也有50多人掉伫石头堆。大楼安怎会倒去，有关等待调查人员厘清。镜头转到南美洲，伫遭到大雨甲大水侵袭的巴西南部，目前有有900人下落不明。灾情惨重的南大河州，政府派出大量搜救专家伫落河水中找找生还者，未少家属伫岸边着急等待，流目屎祈祷失踪的家人赶紧出现。A minha filha não para de chorar. Tem os bombeiros lá, só que eles dizem que não pode fazer nada de lá para cá. Que era para mim vir aqui, pedir para os bombeiros daqui salvar eles lá. 到当地时间初6，这场世纪大水灾已经夺走至少85条人命。目前为止，南大河州有385座城市城镇砖头受挫，真侪灾区因为道路受损，陷伫孤立状态，无法度得到饮用水、日用品、电力，受困民众处境互人烦恼。罗拉政府已经派出9万士兵入暝到力救援，不过抢救工作愈来愈逼，因为气象专家警告，初10到15之间，巴西南部恐惊下洱落大雨，予已经升长的南大洲更较严重。公司新闻7万人编译。战超过半年，这段时间有真侪国家想办法要斗桥。这阵哈马斯就同意在埃及甲卡达提出的3阶段停火计划。第一阶段是停火42天，而且哈马斯是会放出33个人质，交换一寡引起互关注的以色列的犯人，而且因是要求以色列迄边就爱慢慢撤离加沙，互因的百姓当南来北往自由行动。也若是第2阶段是继续停火42天，互加沙会当慢慢恢复稳定甲平静。也若是上尾阶段，就是甲这亡者的遗体送倒去祖国，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开始定建。不过，这寡条件甲以色列迄边认定的无啥相共，所以讲伊是无同意，甚至佫开始加强轰炸加沙南边的大城拉法。至少是有50大受到攻击，19个人死亡。而且咱来看下骹南边车，这2个过境点拢已经去互以色列占去，以军的战车嘛已经驶入拉法。为了闪过以色列的战火，巴勒斯坦的难民7个月前，带规家伙仔走去拉法。初6这一天，心情就亲像洗衫温暖，为期待变作失望。哈马斯正伫领袖哈尼亚宣布同意埃及甲卡达2国提出停火协议了后，民众就是苦难总算结束，欢头喜面去街仔路拍扑啊，还有负责人跪伫土骹感谢天公伯啊。不过欢喜才几点钟尔。以色列的炮弹就拍入来拉法的东部，一暗至少夺走19条人命，而且又包括这个7个月大的红婴仔。What has he done to deserve this? 以色列攻击的理由是哈马斯的火箭炮要伫克瑞沙洛关口造成4个以色列军方的士兵死亡。以色列军方还派战车伫拉法组织，而且伫初6向拉法空投传单，要求拉法东部10万的百姓疏散去附近加尤尼斯、加马瓦西的布棚区。حسب الله ونعم الوكيل حسب الله ونعم الوكيل الله يتقم منهم
另外一方面，哈马斯接受停火协议的消息传出来了后，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的街路出现几啊千人示威游行，要求总理纳坦雅胡停战，好人质会当回去处理。End this war, save all the hostages, end this horror, and bring our loved ones back home. Bring my son back home. A democratic leader in time of war, the people have to trust you. They have to trust you to be leading them for their interests. And I guess what this demonstration tonight tells you is that there's a large proportion of Israel's population who aren't sure that their leader is leading them in their interests or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hostages, that he has his own political interests at heart. 美国拜登政府是再三明确向纳坦雅胡表示，拉法是红线，无希望看到拉法出现大规模的地面战。纳坦雅胡初六这一天出席犹太大屠杀纪念活动的时阵，嘛针对这点做出明确的回应。Even if Israel is forced to stand alone, we will stand alon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ike our enemies powerfully until victory.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新闻奖将公布得奖的名单，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拢摕到真济大奖。这当中，甲加沙的冲突、佮有移民的问题报道，上受到注目。表扬新闻甲文学音乐成就的美国普利兹奖，初六公布2024年获奖名单。新闻奖15个类别中，几啊项是有关移民甲以哈冲突的报道，拢得奖。像《纽约时报》就以真看的报道，去年10月哈马斯发动攻击以来，以色列伫加沙的军事行动，得到国际报道奖。佮以亚出美国移民东港的系列报道，摕到调查报道奖。路透社甲美联社是分别翕到以哈冲突巴勒斯坦妇女破地女的遗体，甲自哥伦比亚前往美国的大量移民，得到独法新闻摄影奖甲特歌摄影奖。另外几啊摆得到公共服务奖的美国非营利调查新闻网站 ProPublica， 是因为亚洲美国最高法院正常内幕搁一摆得奖。这个网站创立17年来，秉持为了公众利益的理念，继续进行调查报道。不过，普利兹奖委员会也公告，全球记者伫为公众利益的同时，处境也愈来愈困难。Journalists are locked out in order to thwart their independent reporting. At home and abroad, journalists face intimidation and violence by those who believe in repression over free expression. 普利兹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纪念美国新闻人普利兹来设立的，继续鼓励新闻从业者写更较优质的报道。公司新闻纽眼编译。美国甲菲律宾即阵是当咧联合军演，除了双方的士兵，即法国、澳洲毛派兵器，日本、欧洲毛派人去观察，是在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的军演。这回军演的地点主要是伫咧菲律宾甲中国定定起冲突的南海地区甲巴士海峡，所以讲因就伫咧卢松岛北部的老挝市做这反定律的演练，而且搁向咱台湾离咱台湾敢若200公里的巴丹岛来做飞行的训练。有学者就分析讲，这回军演主要嘛是要测试讲，这台海若是起冲突的时阵，因要安怎应对。大口径的榴弹炮向海面进行射击，沿着海保部署的步兵也以反战车飞弹等武器，模拟攻击为海面来袭的敌军登陆军舰。甲美国有协防条约的菲律宾，这礼拜的演习项目是反登陆甲岛屿夺回。为4月初到5月初早，美菲两国进行一连串的海军演习，包括澳洲、法国、日本等国，先后加入无同阶段的操演项目。虽然顶礼拜传出中国海警船以大江水攻击菲律宾船只的事件，当拄着演习期间，南海局势看起来是渐渐紧张，也毋过毋奈菲律宾当局强调，有缘会甲中国保持外交沟通。参演的美军也指出，演习无针对第三国。The objective is just to further support the Philippine Marine Corps' archipelagic coastal defense concept. We have a platoon of Philippine Marines here with us that are U.S. Marine Corps training alongside.
另外一边的对立情势更加紧张，地点是朝鲜半岛西边的黄海海峡。一只澳洲海军直升机伫国际海峡顶面，和中国派出战机乱击。澳洲指控中国战机伫澳洲直升机的飞行路线头前放有危险性的热夹弹。好在在澳洲直升机紧急闪避，人甲直升机平安。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personnel were going about their job. Their job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but also in international skies, to suppor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sanctions that they have against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澳洲已经透过外交等各种管道向中国表达强烈抗议，也毋过中国是反抗澳洲借机会惹事，以执行联合国任务为名，逼近中国领空，引起中国反制。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咱5年搁再访问欧洲，昨是伫咧法国举行3方会谈。法国甲欧盟是摕这乌克兰无一个议题来压习近平。也若是这会后的中法会谈，嘛有搁讲到台海甲乌克兰的问题。也若是讲到双方对这奥运期间敢要休战的倡议，已经达成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甲总统马克宏握手问好。习近平尾下就甲马克宏也个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中法欧3方领导人会晤。Comme contenu, je vous propose d'aborder dans un premier temps les relations euro-chinoises, ce qui nous permettra d'évoquer les sujets commerciaux, d'accès au marché, de conditions de concurrence équitables. 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国关系，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马克宏甲冯德莱恩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还有经贸公平竞争的问题，对习近平施加压力，希望中国会当减少对因家己企业的补贴。习近平是回应讲，无论是对比较优势，也是全球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拢无中国产能伤过多的问题。In addition, both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a shared interest in peace and security, especially against a backdrop of a very turbulent environment, be it in Europe, in the Middle East, or in East Asia. 伫尾下的中法双边会谈，双方的重点也是放伫咧俄战争、中东冲突，一个台海紧张局势。习近平伫咧会后的联合声明，呼吁唔通就着俄战争抹黑中国。马克宏是提出对东亚危机的担心，双方也对巴黎奥运期间休战倡议达成共识。中国愿同法方一道，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止战。Nous respectons les liens anciens qui unissent la Chine à la Russie, ainsi que les efforts qui ont été déployés pendant des décennies pour stabiliser cette relation. Au vu de cette histoire complexe, nous accueillons favorablement les engagements des autorités chinoises à s'abstenir de vendre toute arme ou toute aide à Moscou et à contrôler strictement l'exportation des biens à double usage. 习近平伫咧咱5年了，再一遍访问欧洲，未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加匈牙利。一般认为，中国领导人敢若无做出重大让步。虽然习近平看起来敢若是有接受欧洲方面对贸易实行的担心，不过说落来是毋是采取实际行动，也搁会观察。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南韩的戏剧《雷之女王》收视破纪录，不过唔知影有看观众朋友敢知影这内底有真济场景，其实都唔是真的，是 AI 做的。亲像一寡浪漫的设定，也有车怪风景，其实都是假。《雷之女王》这部爱情喜剧反转爱情神话，描述由金秀贤主演，且读清官的白贤佑娶豪门的公主了，双人经历袂好的婚姻黑暗期，后来偷开心甲见光明。剧中金秀贤演技活跳自在。내팔자를내가 꽂지? 演财团千金的金志媛，嘛将冰山美人的形象演甲真斗大。不过女主角这届伫雪地盗墓的戏出，无讲你看袂出来，其实场景是假，因为书当时无落雪，制作单位捌考虑要去外国取景，后来因找虚拟工作室，决定利用新形式 AI 来制作像拿落雪的景象。 이렇게 복잡한 나무로 된 것들을 연장하는 게 사실 사람이 하면은
숙련된 아티스트가 해도 못한다 쪽에 가까워요.戏剧团队讲 AI 唔会当创造实景，剧中几若场赛车的场景，嘛是伫边内用 AI 生成影像结合虚拟技术创造的。 도심의 건물들이 이 차체 바디에도 묻어야 되고 운전하고 있는 저한테도 사실 비춰져야 되고 근데 그런 것들을 나중에 합성으로 작업을 하기에는 좀 손이 많이 가는 게 아무래도 상황 그 현실이고요. 근데 이제 LED 스튜디오 찍었을 때는 그런 것들을 한 번에 얻어가죠. 这个清楚分明的 AI 影像实在有够真的，观众都算事后才知影，嘛甲因真娱乐。看不出来它是人工智慧，然后还有它的那个血，它的那个血就也是很真实。すごい今の映像技術にすごく驚きです。もう本当にリアルでした。雷之女王最近播出完结篇，收视率成功超过爱北港再创高峰，无定着甲 AI 科技的帮衬有关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今日开始展出始祖鸟的化石标本。科学家认为讲，这个化石是有史以来上重大的发现，因为伊证明讲恐龙是鸟类的祖先。是讲无论是粉鸟啊，也是企鹅，拢是对恐龙演变过来。上古鸟的化石，无论是骨头或者是毛的分叶，拢完整保存伫石灰岩内底。考古学家的研究显示，上古鸟的舌骨尾溜是有爪的，而且喙毋是像现此时的鸟仔喙，是像恐龙共款，而且有50起的喙齿，还佫有骹甲尾溜，尾溜是有骨头的。毋过伊适应飞行各方面的构造，并毋是真完整，所以推测，就算飞敢若会当飞伫较低的所在。专家认为讲，伊是伫爬行类动物甲鸟仔类之间过渡的物种。是属于出现伫侏罗纪时代的恐龙。有专家认为讲，鸟仔类是伫6600万年前，因为小行星撞到地球，造成大规模灭绝当中，落尾手挖落来一种恐龙。Archaeopteryx is the one fossil that tells us that the birds outside our window are living dinosaurs, and I think that is so cool. 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上古鸟化石，大部分拢集中伫欧洲德国的南部。初是伫1990年，去互一个乌石场的工人发现。后来就拢是私人收藏，尾啊因为专业人士斗3工，协助收集去芝加哥菲尼德自然史博物馆。There's 12 specimens already. About half of them are complete, but actually, we've learned a lot of just new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what the skeleton looked like. We're transforming how we interpret the skull and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目前伫美国唯一一个红发现的上古鸟化石，是伫怀俄明州的色木波利斯。科学家透过研究上古鸟的化石，差不多已经会当认定所有的鸟仔类，无论是伫公园内底的粉鸟，或者是到动物园内底的企鹅，拢是为恐龙演化来的。也让这个真罕见上古鸟化石的标本，为5月7日开始，会伫芝加哥的菲尼德自然史博物馆来展示。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这鱼啊，伫咧水底是安怎沟通的咧？其实伊嘛有声音，甚至个真大声。这德国的科学家就发现一种缅甸的细只鱼啊，敢若1.2公分长，不过因发出来声音竟然是有140分贝，等于就亲像喷射机起飞遐大声。另外，顶一日科学家咧调研 Amazon 落油事件时阵，是意外找到新品种的大蠓蛇。上细听除了水声，还有吵闹的声音。这款声音是画面上这个半透明的细只鱼发出来。这种鱼是生长伫缅甸的里古鱼属蛇线鲫鱼，因身长只有1.2公分，也阁有正大的能量，发出来声音会达到140分贝，差不多是大型的烟火秀，或者是流行音乐的演唱会，也等于是喷射机起飞时阵所发出来声量。研究人员讲，有一天经过鱼缸的时阵，听到正吵闹的声音。为了要了解这种鱼为什么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用高速的摄影机给录起来进行分析。So when we watch these videos of the fish making sounds, you could see that the swim bladder, when it's struck, then it compresses, and then you can see this alternating compression that happens that
That's where the sound's created. We also did some other anatomical studies, including like a CT scan, where you have all of the anatomy of the fish. 因也发现，这个若一阵港的鱼才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不过这么细只鱼会当发出比唱叫更加大的声音，实在是真惊人。因推测是营养环境所发展出来沟通模式。The water they live in is murky; they can't see each other. So we think that maybe they developed this mechanism for acoustic communication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out any visuals. 另外，伫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区有一种乌骨鱼，伫咧冬天交配季节的时阵，发出来声音会当到130分贝。附近的民众互因吵架拢无法度困。伫巴西亚马逊雨林，研究人员是发现一种真大只的水蟒，为面向荷兰的生物学家范克加这只大蟒蛇伫咧水内面做阵游。这只蟒蛇有6公尺长，200公斤重。专门伫咧研究甲翕蟒蛇的范克讲。这是到目前为止看过上大只的一只。这只蟒蛇无毒，外形甲南美的蟒蛇绿虽然真共款，不过因的基因结构无同。研究人员认为是一种新品种的蟒蛇，改变过去拢一直认为当地这个一种绿虽然的讲法。We were able to show that the two species split from each other almost 10 million years ago, which is of course a vast period of time for them to be isolated. But the really amazing part was, despite this genetic difference and despite their long period of divergence, the two animals are completely identical.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另外一款会发出真大声的声音的，就是咱热人会看到的汤拖蟬。伫咧美国中西部甲南部，今年4月是出现100年来罕见的现象，计共有超过1条只的蟬同时破土生出来。这款情形是爱让200多年才会出现一届。有专家就讲，这寡蟬发出来声音，等于是一场中型演唱会。另外，已经有餐厅业者上阵上机，要推出贵济限定料理，把这蟬煎好酥酥，烘甲香香，做回来看。听到这声音，就知影热天就要来啊！美国中西部甲南方各州今年4月都拄到2种周期蟬不出土的时阵，会继续到6月。这2种属于大型蟬，分别是用17年做周期的13根蟬。这个地区顶一摆拄到2种蟬，当时出土的时间是221年前，下一摆要等到2045年，专家讲是真罕见。Periodical cicadas are not going to emerge uniformly over the whole eastern United States. They're going to be in pockets. And those pockets tend to be where the habitat has not been disturbed for the last 13 years in the southeast. So places where you have national parks, state parks, protected forest lands are good places to see periodical cicadas. 2种周期蟬同时播出土，有糖飞起树，或者是前个表面了后正做有实的糖，所以公的蟬会震动果部发出声音来吸母糖交配。真侪人就烦恼热天因的叫声分贝数是毋是会伤过悬？克兰文森大学汤托学家引用过去的数据，一大阵蟬的叫声普遍袂比90分贝较悬，相当是一场中型的演唱会。那正是想要防止蟬入去厝内，用安尼做。If they have a pool or a hot tub or some area and they don't want a bunch of bugs flying around, you can cover it. If you have a tree that you're worried about and it's a valuable tree and not too large, you can put netting over it. 在周期蟬出土范围的乔治亚州餐厅业者已经想好限量料理餐点，将蟬清洗清气了后调味，温米粉来煮，或者是放入烘箱内底，淋酱料甲配菜，都是真好食的冬季美食。公司新闻张小芬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是苏比，咱再会。